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创世纪50章15到26节。创世纪50章15到26节，和本在圣经66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15节，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匍匐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22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3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色、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在埃及。我们请郑牧师来讲道，他所要讲的题目是反败为胜的第一讲。反败为胜的第一讲，由监牢到宫廷，由监牢到宫廷。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经过了这个礼拜，献上满心的感恩。虽然在这个礼拜中间的天气忽冷忽热，但是主你保守我们到主日还能够有福气来敬拜你。求主你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敬拜你，也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在今年2014年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另外有一个主题是要讲反败为胜，特别是在我们的福音主日的时候。为何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在2013年经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面对了很多个不一定事事都非常的如意，也不是一定有碰到一些的挑战，或是说有些失败甚至挫折。我不知道你如何去面对它，我们如何从我们的信仰中间能够得到帮助呢？我想当我们来回顾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失败跟挫折的时候，你再次去想它的时候，你是希望它不要发生呢，还是希望你如何能够面对它而能够反败为胜呢？我想关键不是它不发生，而是要如何去面对它，我们才能够得到成长。而且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我们人能够有能力去对付的。要是没有的话，他就赏赐我们能力，能够去面对它，为了要使我们得到成长。当我们常常面对这些困苦、这些失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再一次的得到了造就。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虽然失败跟挫折常常会使人灰心丧志、消沉，甚至会自杀，但是它也可以成为我们前车之鉴的经验，也成为我们得胜的转折点，甚至是我们成功的垫脚石。问题是你如何去面对它。所以我们预备要用5个主日，是福音主日的信息呢，用5个人物来传讲如何反败为胜的这个福音，都是从圣经而来的。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在讲约瑟，他是由监牢到宫廷。第3页的时候，我们要讲到摩西，他如何被流放到旷野，但是竟然带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6页的时候，我们讲到大卫，他是一个放羊的小牧童，但是他打倒了大巨人。还有在以斯帖在8页的时候讲到皇后她的逆转胜，及最后我们讲到耶稣由死亡到复活。我们盼望从这几个人物中间，能够看到他们如何能够反败为胜。所以对我们来面对2014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更能有踏实信仰，真的要成为我们生命上的帮助来成。我们看约瑟呢，约瑟他有好几段的不同的这个时候。第一个时段呢，是记载在创世纪37章第1节开始，也就是约瑟故事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记载到创世纪第50章，总共用了14章都跟约瑟有关系的。当然主要不是讲约瑟，而是讲约瑟跟以色列这整个这个民族如何被保留下来，如何是有神的恩典跟他们同在有关系在。但约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人物。为何用这么长的记载呢？一方面是约瑟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看到他第一个是他穿彩衣的这个少年约瑟。约瑟是雅各的一个儿子，是第11个儿子，他总共有12个儿子，也是在他幼小在年老的时候才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太太约瑟的妈妈是雅各所喜爱的一个太太哈，他总共有好几个太太，这个是他最喜爱的太太，也是一开始他就想要娶她的，后来就都娶了别人才娶到她。然后所以他生了很久都没有办法生啊，后来生了他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宠爱他。宠爱他的时候呢，就非常待他非常，甚至是偏心。他特别制作了一个彩色的外衣给约瑟，而没有给其他的人。而且其他的这些小孩子呢，其他的这兄弟们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约瑟是雅各所喜爱的，雅各特别的喜爱他，所以这种偏爱呢，就产生了一些纠葛在。其实对小孩并不是很好，因为他们兄弟之间就非常憎恨他、嫉妒他，甚至不给他好脸色看。在约瑟他自己呢，又很会做梦，做梦见以后，他又很单纯，就把这个梦就告诉他的兄弟，甚至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们。他起先说他看到梦见他们就会做这个说稻草的时候，这种稻草说完了这种把它绑起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绑一束在一起的，他的一束站着，其他这几束都怎样围绕着他来拜他，下拜他所造的。这是讲他哥哥们。后来又说他又梦见一个梦是，他梦见有太阳、有月亮，还有11颗星都向他下拜。哇，这次更严重了，不只是11颗星，他的兄弟们连爸爸妈妈都算在内了。爸爸就是太阳，妈妈就是月亮，都下拜了他，所以哥哥们当然非常的嫉妒他。这时候看起来约瑟好像是非常风光，或是非常顺利，他是有彩衣，特别是有他有彩衣的这个约瑟。但是开始他进入到不同的状况，在他17岁的时候呢，他的哥哥去放羊，到外地的地方去放羊，因为草已经吃完了，他们就带着羊出去外面去放羊。雅各就是他的爸爸，希望约瑟能够去探望他们。他去探望他的时候呢，他们远远的就看到这个弟弟约瑟来的时候呢，哥哥竟然同谋要杀害他。同谋意思是大家都同意要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很显然，前面我们刚刚看他穿彩衣的约瑟那段时间，哥哥们绝对非常的气这个弟弟。等到这个弟弟他平常都是有爸爸跟他
跟他看护着，所以他没有办法对他怎样。但现在呢，在外地的，所以他们想可以怎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杀害他。但他的大哥叫刘辩，他建议说：我们不要杀我们的弟弟，我们干脆把他怎样丢到坑里面，让他自生自灭好了。然后把他的彩衣脱下来，到时候可以向爸爸来交代就好了。没有想到这时候有一个以实玛利的商队经过，这时候他另外一个哥哥叫犹大，他建议就是说，那我们就卖给这个以实玛利的商队，把他带到埃及去当奴隶好了。这样的话，至少我们没有流我们兄弟的血，万一他怎样死掉的话，跟我们无关，因为我们没有杀他。他们就用了20个舍客勒，当时他们的这种单位，把它卖给了这个去以实玛利要到埃及的商店里面去的。我们看到约瑟就被卖到这个埃及去了，结果是卖给了法老王他的护卫长叫做波提法的家里面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去那边是当了奴隶，但是上帝的灵跟他同在。所以他所有他经营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所以主人就派他去管理他所有的家务。圣经里面还讲说，这个主人波提乏只管吃，其他事情一概不管，都是约瑟在管，表示他非常的放心，全部都交给他的。那约瑟，圣经里面讲到约瑟呢，他是一个非常俊美的，秀雅俊美，因为长得很好看。这个他的主人波提乏的太太呢，就勾引了他，但是约瑟他不听从。这时候他的主人的妻子呢，就恼羞成怒了，就陷害约瑟，就诬赖他。因为有一次约瑟到房间里面去办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主人的太太还是勾引着他。约瑟当然不从啊，他就把他抓住的时候，他就衣服就丢下，然后就跑掉了。结果他就拿这个衣服说，约瑟竟然要调戏他。波提乏呢也不明白，就以为是真的，就将约瑟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我们看到约瑟的这个命运实在是非常的凄惨，他被卖，他被关，都不是做什么坏事情，甚至是做正确的事情，反而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瑟被关的时候呢，他已经陷入人生的这种低谷了，失败跟挫折已经淹没了他。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你觉得你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你是照着圣经中间的教导去做，但是为何事事不顺，甚至有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还被冤枉等等这些事情。约瑟就是像这个样子，他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却受到这样子的对待。不只是这样，他在监狱中间的时候呢，仍然神的灵跟他同在，所以那一个管监狱的人呢，就将所有的这些犯人都交给约瑟去管了。这时候呢，约瑟他里面有两个官被关进来了，这个官是法老王的酒政，就是管要斟酒给这个法老王的那一个官，另外一个是专门煮给这个法老王吃的，叫膳长。他们两个人因为得罪了法老王呢，就因罪被下在监狱里面。那有一天，约瑟看见他们呢，非常的愁眉苦恼，我也是问他们说为什么呢？他们跟他讲说，他们做了一个梦，两个人同时都做了一个梦。而酒政呢，他说他做了梦呢，是因为他梦见有一棵葡萄树，里面有3只枝子，这3只枝子上面呢都有葡萄，而且是成熟的葡萄。他就拿这个葡萄，就挤了这个汁，然后摆在这个法老王的杯子，拿给法老王喝。这是他所做的梦，他不知道什么意思。而这个膳长呢，煮饭人，他说他发现到他做了一个梦，是说他头上顶的3笼的这3笼的这个饼要拿给法老王吃，但是飞鸟飞来的，将他的这些饼把它咬走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两个人是非常的烦恼。约瑟就告诉他，为他们解梦。耶稣告诉他说：“你这个酒政呢，3天后你就要复原职，你就是要回到原来的地方，还是要这样继续当酒政，要斟酒给法老王吃喝。而这位膳长呢，你3天后将要被斩首。
你的尸体要被挂在木头上，飞鸟要来吃你的这个尸体。果然事情就照着约瑟所讲的应验了。那时候呢，约瑟曾经跟这位酒政讲说：“你要3天后你要复职，但是你要记得要向法老王讲，因为我是被冤狱的，希望他能够得到能够恢复他的自由身。”但是没有想到酒政却忘了约瑟请他向法老王求情申冤的事情。这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约瑟仍然又沉落在那种失败的谷底中？他为人帮助别人，但是那些人竟然忘了他，让他仍然是在监狱中间，仍然是在失败的谷底。到目前为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约瑟真的是越来越下沉，越来越下沉？但是圣经中间又一直讲到说，神的灵跟他同在，他没有走这样违背神的旨意。要是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我们非常的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人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已经渐渐要反败为胜，因为神主导了一件事情，让法老王他做了一个梦，连续做了2个梦。他第一个梦，他梦见怎样？他就有7只肥美肥壮的这种母牛呢，从河边上来到这个岸边去吃草。没有多久，又有7只非常干瘦丑陋的这些母牛也上来吃了。不只是吃草，就反过来将这些非常肥壮的母牛把它吃掉了。吃完之后，这7只呢丑陋又干瘦的母牛也没有发胖，还是那样子的丑陋。他们不明白到底怎样，醒来了。醒来之后就不能明白，但是又睡的时候又梦见另外一个梦了。梦说有一个麦穗呢，有一颗麦子长起来以后，有麦穗长了7个非常肥大的这种麦穗在。没有旁边呢，又长出7个是非常细弱，然后焦干的这种碎麦，而这个焦干、这个细弱焦干的这麦子，竟然往过来把这一个肥大的这些麦穗把它吞吃了。哇，这是非常的反常理，能够对法老王醒来就睡不着了，就叫全埃及里面的术士、博士这些有学问的人都来解这个梦，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这时候酒政才想起来，他当初也有这个梦，而他梦不知道，但约瑟帮他解梦了，所以他就向法老来推荐说，有一位希伯来人，他这个青年他在监狱里面可以来解梦。法老王当然马上就请将这个约瑟带来跟他解梦。约瑟呢也跟他解了梦。他求神让他知道这个梦意思之后，就告诉他，原来这个7只呢，就代表是7年，而那肥美的这些牛呢，或是麦穗呢，就代表它有7年的丰收。但是后来这个又瘦又干又丑陋这些母牛，或是那个麦穗呢，原来是有7年的大饥荒，而这大饥荒会将前面的7年的丰收把它吃光了。所以他必须要好好的去准备这7年，你要是没准备，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他建议法老王要有智慧的去治理。丰年的时候所说的这些征收这些粮食呢，要以备在荒年的时候使用。法老王想不到，因为他的梦都没有人可以解，他说我哪里去找这有智慧的人？约瑟显然是上帝的灵跟你同在，所以你就是那一位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就派约瑟去治理埃及的全地。这一年呢，约瑟30岁。他前面讲他17岁、30岁，所以总共有13年的时间呢。约瑟从17岁的时候沦为奴隶，然后下到监狱，经历了13年的失败挫折。约瑟或许已经灰心，而且沮丧了，但是他反败为胜。为何呢？他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约瑟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对神的命定呢，他非常的敏锐。约瑟知道呢，因为他帮别人解梦，所以他知道神常常透过很多方式在告诉他，而且神掌权在这中间，所以他知道神绝对不会放弃他，只是时间尚未到而已。所以约瑟知道他的梦呢，跟命定的这些相关呢，对命定呢非常的敏锐。
所以他可以在失败中间有坚定的信心，来相信神，而帮助他来反败为胜。你相信神对你的安排吗？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吗？第二个，我们看，因为神的同在，所以让约瑟都非常的顺利。创世纪39章2节到5节之后，屡次讲到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不管是管主人的家务，或者是管理那些犯人，神使他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神的同在呢，可以让我们百事能够顺利，当然就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反败为胜。我们有常常神跟我们同在吗？第三个，他从敬畏神，他不敢犯罪，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他的祖母在勾引着他，他那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不是他的错啊，那主人是别人引诱他，一直要，而且主人已经将所有的权利都给他，但是他讲这句话，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呢？虽然人不知道，说是人都觉得是 OK， 但是神呢，绝对不会觉得 OK 的。当我们对神心存敬畏，凡事敬畏神，不违背他的法则的时候呢，神当然会让我们能够反败为胜，因为他是一个永远得胜的主。而且约瑟呢，他认为凡事都是出于神，也就是神在掌权的时候。所以他要解梦的时候，他都讲说怎样？解梦不是出于神吗？然后在为这个法老王解梦的时候，他说：“这不在乎我，不是我随便要讲的，乃是神要怎样子告诉我的。”约瑟在凡事上，他都依靠神，都出于神，不在乎是自己。这样子的依靠，当然可以让约瑟反败为胜，也可以让我们反败为胜。当约瑟告诉法老王需要找一个聪明智慧的人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法老王找不到人，他就说只有约瑟你才是一个这样，神灵跟你同在，你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人。约瑟有神的灵跟他同在，就有聪明跟智慧来执行管理。你当然有圣灵同在，有聪明智慧呢，你当然就能够反败为胜。我们是常常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呢，还是靠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呢？第六个，约瑟呢，他警醒感恩，因为他后来生了2个儿子，这2个儿子的名字呢，代表他的意义。第一个是马拉西，马拉西是讲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虽然我的弟兄们他卖了我，把我卖了，然后变成这种奴隶，奴隶又被误解，被关起来，然后人家把他的恩典都忘记了，也没有让他继续在监狱里面。但是呢，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我不再有仇恨了。第2个儿子叫以法莲，意思是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能够昌盛，一切都是以神为主，神看顾了我，神挪去了我的烦恼。神使我在这个地方困苦的地方，让我仍然得到的昌盛。但是我们知道，他生儿子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成为宰相的时候才结婚的。所以娶妻生子呢，虽然是反败为胜之后的事情，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来他的警醒感恩是约瑟他的性格。我们要是常常有警醒感恩的性格的时候呢，一定也可以使我们反败为胜，因为主知道我们依靠的他。我们依靠了他，我们常常以他的话语为警醒，知道是神在掌权，神当然就会要帮助我们。最重要一点是最后一个，他在爱中饶恕了。当哥哥们知道约瑟他们去大饥荒的时候，到处都没有粮食，连以色列人也没有粮食，所以你知道只有埃及有。所以雅各就叫他的儿子到埃及的地方去打粮。这时候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们，但是哥哥们认不出他来。后来知道约瑟就经过一些安排之后，就认了他们。你想想，这些哥哥们会不会怕呢？当然怕得要死。约瑟他们以前要害他，要杀死他的，后来把他卖去当奴隶的。这个弟弟现在已经当宰相了。那我们在他之下，他随时要杀我们都可以，所以这时候他们哥哥非常的害怕，
但是约瑟在爱中饶恕了哥哥，向他们安慰说，记载在创世纪45章第5节到第7节这样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时候雅各仍然存在，爸爸仍然在，所以大概是 OK， 因为爸爸至少可以保护他们。等到爸爸死掉怎么办？雅各死了之后，哥哥们又开始担心了。这时候已经没有爸爸保护他们，会不会仍然要报复呢？就用爸爸的话来压住。刚刚我们看的圣经就是这样，来跟约瑟讲说：爸爸要死以前讲这样子哦，请你要原谅我们哦。这时候约瑟就告诉他们，安慰他们，在50章19节、20节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看到约瑟有多么大的心胸在，他在爱中饶恕的。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到这样。你想想，在过去的时日中间，有哪一个人陷害你？不是只有对你不好，还陷害你，甚至要取你的性命。这样子的时候，你有一天你已经有权柄，你可以对他怎样的时候，你可以要怎样子对待他呢？你能像约瑟一样，在爱中饶恕他，甚至能够体会到神的旨意，说其实不是你们，是神差遣，借着你们的手差遣我先到这里来，为了要拯救整个以色列人。他有这样子非常深的体验到，我们有这样子的心胸，有这样子的能够去体验到神的旨意吗？我们看到约瑟，他是用饶恕来弥平了过去的伤害、痛苦，所以这就是使他能够有反败为胜的这个能力在。所以我们再次来思考，我们在2013年已经过去，进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会碰到一些失败跟挫折。你是不希望它发生呢，还是希望你能够从中间来反败为胜呢？关键不是要它不发生，而是要能够反败为胜。失败挫折呢，是能够成为我们得胜的转折点，能够成为我们成功的垫脚石。约瑟走过这个人生的痛苦、失败、挫折，但是他反败为胜。他的秘诀是什么？刚才已经讲过，我把它整个揭露在这个地方，总共有7个点。总共这7点里面呢，我们看到他对神的命定非常的敏锐，他知道神在照顾着他，神在掌权的。然后他知道神的同在这么样子的重要，只要神的同在，他凡事尽都顺利。而且他敬畏神，他不会因为神没有人看到，他就可以犯罪了。他知道神在看呢，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呢？所以受到诱惑呢，他也不顺从。然后他认为凡事都是出于神，神的灵的同在呢，让他有聪明智慧，他才能够管理法老王，交给他去管理。这世界上来，这是一个大事情。如何将这些饥荒跟丰收跟饥荒能够做一个平衡的安排？只有神的同在，让他有聪明智慧。然后他非常的感恩。他不去记恨，然后他在爱中能够饶恕那些哥哥们对他的事情。约瑟是这样子，你我呢？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痛苦、失败、挫折这种时候，我们也可以反败为胜。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神爱你我，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而且神命定你要得着他一切属灵的丰盛。圣经中间所有讲的这些恩典，都要临到你的身上去。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所有圣经中间给我们的应许，都是要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做到我们该做的这部分，神的恩典就来了。你觉得神的恩典还没到你身上，不是因为神在等，不是我们在等神，是神在等我们。我们尽到我们该做的没有？当我们尽到的时候，神就一切属灵的丰盛就要给我们。你也能够反败为胜，因为神同样跟你同在，要让你凡事能够顺利。就像是约瑟一样，
你可以想象，在13年中间，你怎样想都觉得不应该，不应该。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事情啊！我被哥哥们把我卖掉，去当奴隶。在奴隶的时候呢，我又做得很好，管理这个主人所有的家务。这祖母她在引诱我，也不顺从，但为何又这样又被下到监狱里面去？监狱里面把犯人管得又不错，然后又帮助了一个酒政解了梦，叫他记得要纪念我，但是他出去竟然忘了我。经过了13年，一直在失败、挫折当中，走在人的低谷中间，不是因为他的不对，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在你过去的时日中间，你觉得好像你被冤枉了，你好像很多的失败，或者是有的是我们自己的不对，但我如何再能够从这个低谷里面来爬起来呢？我能够反败为胜吗？当然能啊！约瑟能，你就能，因为不是约瑟厉害，是神厉害。神同样爱你，同样要将一切属灵的丰盛要赏赐给你。神也同样跟你同在，要让你凡事能够顺利。但是要如何得到呢？只要你能够愿意敬畏神，跟随他，遵行他的教导，你就可以像约瑟一样，凡事顺利，反败为胜。愿神祝福，亲自来祝福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真的是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是真正能够为主来荣耀神。因为一个基督徒，他背后代表的是神跟他同在。人家看一个基督徒怎么生活的是这样呢？怎么到处都是非常的没有做见证呢？那等于是我们让主的名受到了侮辱。不，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神要帮助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一定能够反败为胜。约瑟给我们最好的看到，这整个虽然经过了13年，我们大概没有经过那么长，大概是1年1个月都可能。神同样要祝福你，只要我们能够敬畏他，跟随他，遵行他的教导，神就要让我们反败为胜。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2014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过程中间，常常会有失败、挫折、不如意的事情，很多是因为我们自己引起的，也有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何而发生的。但是我们总知道一件事情：主你爱我们，主你跟我们同在，主你常常要将你的恩赐赏赐给我们，而且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能力可以去应付的，要为这样子而得到的成长。若是不行的时候，主耶，你允许我们透过圣灵要赏赐我们力量，能够来面对这些问题。求主你帮助我们，在2014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到主你的面前来，我们要敬畏你，我们要遵从你的教导去行。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够荣耀神你的名。求主你带领，求主你祝福，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